警政署估计，警政署统计，去年第四季发生1600多件500万以上的诈欺案件，是诈欺总数的3.1%，其中以假投资是上严重。来看新北市南口就抓到一桩假投资的诈骗，受害者因为相信网络顶的投资广告，结果被人骗360万。哦，下车。警方拍开汽车车门，要求诈骗集团的车手落车投降。伫车路对峙大声喊掠人，警方伫车路甲诈骗集团的顶人压制伫涂骹逮捕。代志的起因是去年11月，有一个查某囡仔伫面册看到股市投资广告，刷叫诈骗集团以高报酬投资怪气，先后2届汇钱2届面交，互人骗走360万。警方找源头追查，掠到诈团出钱的金主，解决乌金的金流。勿轻易相信网络投资广告，点击不明连结或简讯。若投资平台出金小额汇款，以假象换取被害人继续投资，请小心变成诈骗集团的洗钱户。警政署统计，去年第四季拢总发生1677件500万以上高财损诈欺案，占诈欺总发生数3.1%。不过损失金额拢总达到211亿外，占总财损金额的56.9%。前3名是假投资、假交友投资、加假减境诈欺。若是假投资的部分，为这个来看，受害者有3成是退休换家庭的，也甲无工作的人。我们会积极去找寻潜在的被害人，从金流里面查找，可能有部分他可能刚开始被骗，那我们会很积极的联络他，说提醒他可能被骗。警政署嘛提醒，假交友投资的被害人往往按2个月以上，甚至200多天的时间，才会知影捡人骗去。会加强找出潜在被害人，达到事先阻止，也是防止财损扩大，协助民众顾好金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